咱来用这科技主力主力工程来技术，那么第一个呢，来用这技术部的技术。
有技术性的确实发的这个技术，伊会使讲对了解咱这个医管科伊这个社会上的，伊过去到即摆一直都是扮演扮演着这个角色。那么嘛，希望未来咱大家爱当付出一个医管科的技术的所有人这个更加拍的更加努力。来做这个简化程序的这个工作，做这个社会会当更加更加上手。这个所来，咱就